輸港嘅蔬菜啦太多造成浪費，其中嘅原因呢，就係廣州附近蔬菜收成啦比往年增加咗30%。咁加上珠三角唔少工廠咧推遲開工，少咗呢啲飯堂入貨。春節過後咧，菜價一直都下跌緊。咁廣州有農民亦都將賣唔出嘅蔬菜抌咗佢㗎。駐廣州記者曾永欣報道。喺廣州嘅一啲菜田邊，沿路見到唔少蔬菜就咁樣掉喺路側邊。有啲更堆到河床邊。農民話：呢啲生菜即使係好㗎，都只可以賣1毫子一斤，其中仲有交3分錢嘅稅，根本賺唔到錢。好的都是1毛錢，這個拿去幾分錢斤，我就不划算嘛。那交稅都要3塊錢，3分錢一斤嘛。所以你們就丟在一邊所以就丟在一邊嘛。張先生同太太由江西嚟到廣州，種咗12年嘅菜。今年春節過後，無論種咩菜都賺唔到錢。肯定不開心啦，一天幹個17、18個小時，到頭來1個月還又賺不到1分錢。去年這個時候都是1塊來錢左右。那現在呢？現在就1、2毛錢啦。咁張先生話：呢一批生菜呢，其實係時候要收割㗎啦。咁但係由於冇菜販同埋批發商嚟攞貨，咁所以呢一批生菜最後嘅命運亦都可能只係掉去涌邊。農夫話：今年蔬菜本來已經豐收，咁加上金融海嘯，唔少工廠推遲開工，咁平時大批訂貨嘅飯堂都少咗。買菜人少，就是外地人來廣東打工的人少了，吃這個菜的人少了，所以那個菜價就那麼低。原本呢一行嘅菜田應該好似後面嘅菜田咁樣種滿咗生菜㗎，但係張先生話由於春節之後菜價賣得好低，咁所以而家都唔會落苗同埋施肥，以免連成本都蝕埋。亞洲電視駐廣州記者曾永欣報道。